咱来关心的是，今年头11个月这税收呢是3兆5000多亿，这离达成率是还阁差2200多亿。财政部是表示讲，这是因为车市甲房市呢买气无好，所以影响到税收的表现。今年要达标可能是无遐尔简单啊，无定这是买5档来头一届扣无够额，这净差有可能是300亿到500亿。去年因为全国税收加扣5283亿。立法院3读通过全面普发现金1万块，不过今年可能会有改变。根据财政部公布，今年前11个月全国税收实际扣3兆5813亿，占规年预算的94.2%，要差2206亿。今年可能为加扣变作是减扣。货物税年减9.9%，以车辆类减少最多。那主要还是受到美国对等关税等变数影响。土增税年减24.1%，主要都是受到了房地交易量以及大额税款案件减少所影响。这几年全国的税收，109年减扣223亿，过当年110年开始加扣4327亿，而且是连续4年拢加扣。统计落来，平均每一年加扣超过4000亿。今年预估可能减扣300亿至500亿，这恐惊嘛是5年来头一届减扣。进一步分析，前11个月税收的情形，以营所税甲综合所得税的税收上济，年增拢超过200亿。不过，伫货物税甲土增税是年减超过100亿。统计目前实际扣的净额已经达到规年预算数的，包括遗产税、政务税甲印花税等等7项。好不容易我们有短增了。就代表说我们在税收的估计上呢，其实慢慢的走向正轨。然后我们看到今年短增的数字呢，它也其实只有1% 左右。那所以在估计上面啊，如果以后能够维持这种在1% 以内，那不管或是超增或是短增的话，我觉得都是很好的税收预估结果。学者指出，虽然今年可能出现税收减扣，不过为国际数字来看，并无因为减扣，致使政府就要借钱。另外，若是税收的数字持续呈现减扣或者是加扣，代表税收估计方式无够精准，都要特别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